來繼續來看，國民黨正式定調到台北市的前副市長李四川選新北市長。李四川馬上佇個面冊拋出伊甲市長侯友宜、甲副市長劉浩然見面交流市情的相片。那民進黨的參選人蘇巧慧是空戰甲陸戰做伙推進，爭取到市民的支持。才予國民黨提名參選新北市長，前北市副市長李四川無時間通勤考，隨拜訪新北市長侯友宜、副市長劉浩然，拿贏新北的三支條仔總算是做伙，連競選團隊嘛開始有動作。市長表示，雖然當朱立倫侯友宜的大將新北市副秘書長劉基強傳出明仔載開始請假，加入李四川的競選團隊，主動媒體討論甲對外溝通。幫助新北市府顧問的宋祖強替朱立倫換選戰。做總軍事真濟解，主導選戰的議題甲規劃政見。新北市府的顧問李麗俊負責地方的組織。那選戰的操盤是幫助侯友宜競選總幹事的前國民黨立委林鳳儀，嘛是熱門人選。若是侯友宜甲核心的幕僚招出去，隔壁的台北市長周萬安嘛有話要講。有太多話了，但我想台北市永遠是李父的娘家。一句話就是：咱到底就是好氣哦。那另外一邊，早就已經開始的民進黨立委蘇巧慧。陪你哭，陪你笑，陪你拍香歌，陪你唱歌。蘇巧慧用在地開的方式，甲選民拍好關係。除了空戰用政見牌，陸戰的部分，為舊6年前就開始，甲新北的各區是走透透，東來大咖嘛是接線來相聽。近10年來，唯一一位和新北市一起成長進步的新北市長候選人，我會用更多照顧新北市民的政見和願景，讓新北市更好、更進步。看拿贏新北的人選確定，各方的陣營嘛攏傳好勢，馬航選戰是愈來愈熱。Hello， 我是雷亞，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